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咧係2026年2月3號嘅。咁就琴晚咧，其實我有同大家咧就做一節直播，但係咧由於技術出現咗問題，即係話個咪咧就壞咗，而我又唔知道喎，所以咧琴晚嘅直播可以話咧就係浪費咗嘅。咁所以今日我朝頭早啦即刻起身，就想同大家咧做一次簡單嘅大市分析。點解我話簡單大市分析呢？咁就當然冇直播咁長時間啦。通常直播有成個鐘頭噶嘛。今次呢，我最主要想同大家講講而家最新嘅市況。其他嘅例如呢個別股份嘅分析呢，咁就係可能要等呢，就係另一次嘅直播呢，我先至可以再同大家做啦。大家亦都可以睇到。恒生指數最近呢就突破咗27,300點呢一個高位嘅阻力，而且當日嚟講呢升幅相當之凌厲㗎，成交亦都有增加配合，所以技術上係一個可靠嘅上升信號，但係又啱啱呢有突發消息入市，所以就即刻扭轉咗大市呢個升勢。恒生指數呢接連一連兩日嘅下跌，就係跌咗呢大概呢就係1500幾點啦。就將今次呢個上升呢個升幅完全跌去。今次呢個跌勢呢兩日之間跌1500點，所以大家會睇到跌勢呢係相當之急速嘅。亦都反映咗香港股市呢真係係可以話跟跌不跟升。呢點大家要小心留意啦。好啦，大市呢個下跌，原因喺邊度呢？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啦。下跌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呢個特朗普已經係篤定咗新嘅聯邦儲備局主席人選。呢一個消息呢就令到市場呢個不明朗因素呢完全消除。再加埋呢呢一位人物啦，大家都覺得佢係呢個屬於鷹派人物。過去嚟講佢做事相當之即係話係強悍嘅，亦都主張唔減息啦。但係其後呢，佢嗰個係理念同特朗普比較接近啲，主張減息，而呢就係令到呢特朗普亦都係呢依屬於佢啦。但係金融界或者市場入邊呢，普遍都認為呢一位人士上任之後呢，就可以令到呢一個聯邦儲備局過去一直呢保持中立呢一個情況呢係得以維持嘅。所以呢，市場方面就係較為呢釋除咗聯邦儲備局將來會唔會就係缺乏咗中立性呢？呢個疑慮呢就係可以話一掃而空。所以呢，投資者就紛紛咧沽售翻啲貴金屬出嚟，而且呢就係轉投翻啲美元資產。呢個情況呢就令到金價大跌，貴金屬呢嗰啲價格係大幅回落。美元方面呢亦都係反彈啦。所以呢就觸發咗香港股市一個係可以話係比較顯著啲回落。尤其是呢嗰啲係貴金屬股份金礦股跌幅係相當之大嘅。好啦。再加埋呢，伊朗局勢亦都有緩和跡象喎。較早前美國呢派出呢就係好多啲即係話艦隻前往呢一個伊朗海峽嗰度。而且呢，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啦。林肯呢一個係航母戰鬥群，亦都係呢大軍壓境。令到大家都以為美國將會同伊朗呢就開戰嘅。但係呢，而家最新消息就話雙方都係坐喺談判桌上，就呢個係未來伊朗嘅核武問題呢展開談判。呢個消息亦都緩和咗呢個政治緊張嘅局勢，亦都係不利於金價，所以金價多重一個係打擊之下呢就顯著下跌嘅。呢個呢就促使咗香港近日呢急跌嘅原因。當然啦，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呢市場嘅獲利貨太多啦，所以呢令到呢就係而家嚟講呢，大家都見到個形勢扭轉咗啦，所以呢就紛紛沽售。經過近呢兩日嘅沽售之後，大家可以睇到啦，恒生指數呢已經係回落翻啦，就係26,500點呢個水平。今次嘅調整夠唔夠呢？我個人覺得調整幅度已經相當之足夠㗎啦。頭先我同大家講咗啦，兩日嘅下跌，恒生指數呢已經跌咗呢就1549點，跌幅呢就相當之犀利。我就覺得呢，就大市就算呢未見底都好，相當接近底部。所以喺而家呢個階段，投資策略係應該點樣呢？係咪再繼續沽售呢？
我覺得唔應該。咁啊，反而咧如果你揸咗嘅，咁啊應該咬實牙根。咁我相信呢一兩日啦，咁啊市況咧會慢慢回穩，跟住咧就回升翻嘅。咁大市整體嚟講，嗰個中期上升趨勢其實咧都仲未完結。嗱，咁啊至於冇貨嘅投資者，咁我就覺得而家呢個水平咧入市相對嚟講就相當之安全，同埋咧咁啊如果揸咗一段時間，應該係有利可圖嘅。咁近日個急跌咧，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其實咧斬倉盤入市係推跌大市嗰個主要原因。咁點解香港股市咧往往跌幅咁犀利咧？亦都係因為太多衍生工具啊。當市況逆轉咧，咁就要係斬倉，咁而咧就係導致咧跌勢加速嘅。咁好啦，咁講咗恒生指數整體嘅情況啦，咁跟住咧，咁我就係再講翻客觀嘅形勢有冇係利淡嘅因素咧？咁而家嚟講，咁大家可以睇到啦，華爾街股市方面咧，應該利淡嘅陰影已經全部消除晒，再加埋新任嘅聯邦儲備局人選啦，咁相信咧令到好多投資者咧就係息累嘅。咁所以咧唔排除部分資金重投美元資產市場，咁而華爾街股市咧亦都係咧因為咁樣而咧就係可以繼續上升。咁好啦，咁而香港方面咁有冇利淡因素咧？咁我就覺得短期嚟講亦都冇喎。咁最主要原因就係香港咧個經濟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咁係上一年2025年，咁就整體嚟講個 GDP 較預期為佳。咁而呢係其他嘅數據例如呢政府個財政嘅赤字亦都係呢係得以舒緩㗎。咁同埋呢個表現較預期中為好。咁最主要係得益於地產市道或者股市嘅興旺，令到政府嘅稅收增加呢，就可以呢解決咗呢個財政問題。所以喺香港嚟講，亦都冇乜利淡因素啦。再加埋呢最新嘅調查報告話，香港呢其實呢就有錢佬相當之多嘅，即係話呢本地嘅資金相當之充裕。好啦，至於內地方面，亦都可以睇到，利淡因素多唔多呢？其實呢又唔多嘅。首先，中美之間嘅貿易摩擦，雖然呢而家嚟講就並未呢完全消除，但係至少短期嚟講已經係呢大家唔再呢喺度呢就糾纏或者爭拗。中美之間嘅罵戰呢，大家可以睇到已經係呢休止咗㗎啦。咁呢點嚟講係有利於投資嘅氣氛嘅。同埋第二，亦都可以睇到美國呢或者特朗普呢，似乎呢就係而家好多政策措施都唔係針對中國嘅。呢點嚟講呢，亦都係令到市場暫時呢就係舒一口氣。再加埋呢內地上一年嘅 GDP 係可以保持5%嘅增長，而今年目標嘅 GDP 亦都係5%嘅增長。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相信內地喺今年嚟講呢，整個投資氣勢都係相當之平穩，係偏好。喺呢個情況之下呢，亦都係啦，市場呢就暫時冇乜利淡因素。基於客觀嘅環境呢，慢慢呢就係好轉咗啦。所以我就覺得香港股市嘅下跌呢，實在相當之過分。亦都係呢認為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跌咗咁多呢，正正係吸納個良機。有啲網友就批評我啦，就話我成日呢見好就唱好，見淡就唱淡跟住馬後炮呢啲個網友呢，除咗故意係即係話挑剔就故意呢去呢就係批評除咗呢個之外呢，我睇唔到有咩原因。大家會見到呢。我唔係話咧每一次升就唱好，跌就唱淡，好似而家跌咗咁多呢。我點解叫大家入市呢？因為我睇好後市啊嘛。由此可以證明咧，呢班網友咧佢個批評呢係毫無理據嘅。好啦，講完咗整體大市之後呢，跟住想講啲貴金屬股份啦。黃金股份啦，就係近期嚟講呢個跌幅相當之大㗎。下跌嘅原因最主要跟隨住全球嗰啲貴金屬價格嘅下跌啦所拖累。好啦，跌到而家呢個水平啦，大家覺得呢就係情況點樣呢？我就認為如果大家過去嚟講一路好想買入呢啲咁嘅，即係話資源股嘅、金礦股嘅，就由於太高啦，唔敢追。我覺得呢經過幾日嘅調整呢，而家應該係吸納嘅良機。好啦，假如你話
即係過去啊已經高追咗，咁點呢？咁如果呢兩日你並冇呢，就係要斬倉啊，又或並冇呢止蝕沽出，去到目前水平，我就覺得唔應該呢再見低沽低啦。咁你可以呢係繼續呢就持有守候。嗱，咁啊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呢講一講兩隻呢啲咁嘅金礦股嘅走勢。咁啊先講一講嗱，咁大家最關心嘅係紫金黃金國際，咁電腦代號2259。嗱，咁從圖表上邊大家可以睇到。嗱，紫金黃金國際呢，就係從最高峰嘅268蚊，咁啊兩日嘅下跌呢，已經係呢就跌到去呢個最低啊，咁啊係194蚊呢個水平㗎。嗱，咁就係而且出現咗下降嘅缺口。咁呢兩日嘅下跌呢，咁我就覺得個調整幅度啊係相當之足夠啦。嗰個價格呢，已經係挨近咗20天平均線嘅支持。咁20天平均線目前呢，約莫啊係位於185蚊左緊。嗱，咁我相信呢，呢個水平啊係暫時嚟講應該呢就唔會呢觸及嘅。咁而呢，就係呢個紫金黃金國際由呢係268蚊跌到低過200蚊，咁跌幅呢相當之大。咁我就認為呢，喺呢一個水平，大家可以呢就分階段吸納。嗱，如果冇貨嘅，咁不妨呢就係可以呢開始考慮啦。咁至於揸貨重嗰啲投資者呢，咁我覺得呢就應該稍作等待，等佢反彈先至呢就係減持啦。咁好啦，咁就係如果佢反彈阻力位喺邊度呢？嗱，初步嘅阻力大家留意呢，就應該喺217蚊。咁而第二度阻力呢，就應該喺呢個240蚊嘅。嗱，咁就頭先講咗啦。咁如果大家過去一路好想買金呢，而家就係一個吸納嘅良機。咁只要呢，你而家買咗持有一段時間，或者呢今年你繼續持有，我相信金價嘅後市就仲會再上升嘅。咁而呢，亦都有啲外資機構睇啦。咁今年呢，呢個黃金價格最高可以升到6400美金一盎司。咁假如呢，佢哋個評估係屬實的話呢，咁而家你買咗呢個係2259紫金黃金國際呢，咁就只要你揸足1年啦，咁我相信個獲利呢應該係幾豐厚下嘅。咁好啦，咁講完咗呢隻黃金股份或者金礦股份，再講多另外一隻啦。咁嗱，另外一隻呢就係叫做招金國際啦，或者招金礦業啊，電腦代號1818。咁招金呢較早前個走勢亦都係呢比較疲弱啲啦。咁而且呢，股價呢就升到去42個3毫8呢，就即刻掉頭向下。咁連續2日嘅下跌呢，跌幅相當之大啊！嗱，跌幅呢就犀利過紫金黃金國際呢隻股份嘅。咁點解呢？因為佢呢就跌穿咗20天平均線，甚至呢而家50天平均線都受到嚴峻嘅考驗。但係呢，我就覺得呢隻股份呢，短期嘅跌幅似乎呢就係過分咗少少。咁雖然呢喺下跌之中嗰個成交量好高啦，咁反映咗似乎呢沽售壓力好大。但係呢，去到呢個50天平均線，我就相信佢係應該有一定嘅支持嘅。咁再加埋呢下跌期間啦，咁亦都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啲嘅下降缺口。咁我就覺得呢，就短期有升翻補回呢個缺口嘅可能。嗱，咁如果你揸咗招金嘅，咁我就覺得啦，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就唔應該再沽啦。咁如果冇揸嘅，咁呢啲咁嘅水平呢，你都可以考慮呢分階段吸納。嗱，如果你買咗之後，咁就係應該考慮下呢，咁就係如果反彈去到呢個係37蚊，嗱呢個水平呢就會遇到初步阻力嘅。咁你可以考慮呢短線沽出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諗住係揸中長線嘅，咁你相信啦，去到呢個位你都唔需要呢就沽住嘅。咁37蚊，如果呢個阻力位能夠衝破呢，咁後市呢個招金礦業啊，電腦代號1818，佢係有機會呢再升翻上去呢，就係42蚊呢一個呢就係歷史嘅高位。咁好啦，今日呢，我同大家分析嘅市況啊，同埋呢係講金礦股就到此為止。好多謝各位收睇，拜拜。